擁有完美嘅體脂率啊，你首先要學識點樣去測體脂。但係市面上有咁多嘅測體脂嘅方法，究竟有咩唔同呢？同埋體脂率嘅正常範圍又係幾多呢？今日我哋嚟講一講。首先第一種方法咧就叫做雙能嘅 X 射線法。其實就係一台機器發出兩種唔同能量嘅 X 射線，就好似兩個雷達去探測你身體唔同嘅組織，根據骨骼啦、肌肉啦同埋脂肪發出嚟嘅唔同嘅反射波段去探測到每一個組織嘅成分。呢種方法咧係準確率最高嘅，一般咧喺醫院啊或者一啲科研機構嗰度使用嘅。第二種方法咧就叫做生物電阻抗法啦。其實佢原理咧就係通過接觸啊去發出一啲好微量嘅生物電。去睇你嘅身體嘅反應，因為肌肉含嘅水分多啊，所以容易導電，佢嘅阻抗就會低。但係咧，脂肪佢嘅含嘅水分少，所以咧唔容易導電，阻抗就會高。去區分兩種唔同組織嘅比例，根據接觸嘅部位嘅多少咧，其實佢都分唔同嘅種類嘅。第一種咧就係經常喺醫院見到嘅，你需要通過電極去接觸手腳啊、胸部啊、肚腩啊、大髀啊呢啲位置去檢測嘅。第二種咧就係經常喺健身房啊或者體檢中心見到嘅，就係我哋有一個手嘅接觸同埋踩上一個板上面去測量體脂率嘅多少。最後一種咧就係屋企經常用到嘅，就係體脂率秤啊，接觸嘅部位越多，佢測量嘅精準度亦都會越高。而體脂率嘅正常範圍咧，一般嚟講，男性係建議係保持喺10%到20%之間，而女性咧就喺20%到30%之間。所以你體脂率達標未啊？評論區同我哋傾下。